第64課第29題，咁而家呢就係講緊一隻化合物 D，佢就係一個菇菌味嘅調味劑嚟嘅。咁其實你仔細睇呢，喺一個分子呢都係有支基團，咁所以呢，其實呢啲菇菌味呢，原來都係可以用支嚟去調配到出嚟嘅。好啦，咁而呢，當長時間去煮呢啲嘢食嘅時候呢，咁一隻化合物 D 呢，佢係會做一個加酸嘅水解，咁就會產生咗兩隻嘅碳化合物，咁其中一隻就係 E 啦，咁 E 嘅紅外光譜就係 show 咗喺度。好啦，咁我哋點樣去做呢條題目呢？首先就要諗翻，當呢一隻 D 做加酸水解嗰陣時，會產生咗啲乜嘢嘢？首先我哋講得佢做水解嘅話，即係話呢一隻反應物佢係會同 H2O 去做反應嘅。好啦，第二樣嘢就係話，當佢水解嘅時候，其實係插邊個位呢？準確啲嚟講，就係針對翻喺支基團入邊佢新產生出嚟嘅結合，就係喺 CO 單鍵呢一個位。咁所以呢，佢拆完之後，左邊嗰嚿嘢應該就會變咗做一隻醇，而右邊嗰度呢，就會即係連住 CO 雙鍵嗰度呢，就會形成咗一隻疏酸 COOH 基團。咁所以呢，我哋就可以去寫翻。一邊呢，即係喺CO 單鍵嗰個 O 呢，就會形成咗呢一隻醇啦。咁同埋呢，喺 CO 雙鍵嗰邊呢，就會形成咗一個疏基嘅。咁呢一個呢，就係酸個部分。當然你會問啦，咁而家我用黃色 highlight 咗呢兩個 H 一個 O 係嚟自邊度呢？就係嚟自我喺水解入邊我用到嘅 H2O。咁亦都根據翻題目嘅資料呢，我就知道嗰隻反應產生出嚟嘅醇或者係酸呢，佢其中一隻就係化合物 E 啦。咁但我點知道佢係邊隻呢？咁我就要睇翻上面題目俾我哋嘅紅外光譜啦。咁首先啦，你都要睇翻喺2400去到3500，大概呢個範圍入邊呢，又係會有一個寬闊嘅吸收帶。咁呢個吸收帶呢，就係代表 OH 基團鍵嘅。咁亦都咧唔需要去理，因為咧如果同學睇翻個結構，其實佢哋兩個分子都係有 OH 鍵喺度嘅。雖然下面嗰隻唔係一隻醇，而係一個疏基，但係疏基入邊嘅 OH 鍵呢，佢一樣係可以帶出到呢一個寬闊嘅吸收帶。咁但係呢，你會睇到喺另一邊廂，介乎1610去到1680一個位呢，係有一個強嘅吸收峰，即係代表而家一隻化合物 E 呢係具有碳雙鍵嘅。咁所以我哋而家可以睇翻個水解產生嘅兩個生成物。嗱，咁你要睇到呢，下面嗰隻疏酸嘅部分呢，佢喺右邊係好明顯有個 CC 雙鍵。雖然你話啦，喂，咁喺醇嗰度上邊個苯環唔係都有 CC 雙鍵嘅咩？咁但係原來喺苯環入邊嘅 CC 雙鍵呢，佢哋俾出嚟嘅吸收峰呢，係會出現喺不同嘅位置。另外呢，我哋就可以睇睇呢，其實除咗係依一個之外呢，佢喺隔離亦都有一個1680開始呢，去到17幾呢，其實1800呢都係有另一個嘅強吸收峰。咁所以呢，佢係就代表咗其實仲有一個 CO 雙鍵喺個分子嗰度。咁所以呢，我哋綜合翻呢三個嘅吸收峰或者吸收帶呢，咁我就可以知道佢係肯定係講緊呢一個疏酸呢係一隻化合物 E。好啦，咁我哋去點樣解釋呢？咁我哋就要去寫翻呢幾個例證。首先呢，我哋就強調翻啱啱嗰度有 CC 雙鍵嘅例證，就係喺1610去到1680嗰個強吸收峰。好啦，咁第二個我哋都要解釋翻呢個分子係有 CO 雙鍵嘅，就係喺另一個嘅位置。咁點解係要強調翻係一個 CC 雙鍵同 CO 雙鍵？因為呢樣嘢就淨係得喺嗰個疏酸嗰個分子先有，但係喺另一個分子呢係冇嘅。所以根據呢兩項嘅資料，我就可以得出個結論，即係化合物 E 呢，就係啱啱我哋所講嗰個疏酸嘅分子啦。好啦，咁但係呢，我哋點樣去利用呢啲紅外光譜啊，或者化學測試呢，嚟去分辨翻 D 同埋 E 呢？即係講緊係嗰個隻支啦，同埋個即係而家嗰隻疏酸。首先呢，我哋睇翻個支嘅結構，即係 D 啦。其實佢係有 CO 雙鍵啊、CC 雙鍵嗰啲，但係呢，佢又偏偏冇 OH 鍵嘅，因為呢，佢要喺加酸水解之後先會產生咗呢一個結合。咁但係如果我哋講緊 E 呢，佢係有呢一個結合噶嘛。咁所以我哋要用紅外光譜法嚟分辨佢哋呢。
就係呢，去睇翻喺2500去到3300cm 負一呢，有冇嗰個好肥好寬闊嘅吸收帶？有嘅話呢，就係個化合物 E。咁如果調翻轉頭佢冇嗰個吸收帶，就應該係個化合物 D 嗰隻 G 啦。好啦，咁然後我哋亦都可以利用一啲簡單嘅化學測試，因為我哋知道呢 E 呢，其實佢係有一個疏基喺度，即係話呢，佢係有酸性嘅。但如果我哋講緊隻 G 呢，其實佢係冇任何酸性嘅。咁所以我哋點樣去分辨翻佢哋呢？就係利用碳酸鈉溶液啦，即係 Na2CO3。因為當佢哋去同酸反應嘅時候，即係有氫離子嘅時候呢，咁其實佢哋係當然啦，都會產生咗一啲鹽嘅。咁但係更加重要就係會產生咗二氧化碳。咁所以呢，就會令我哋可以睇到有無色氣泡嘅。好啦，咁所以呢，如果個混合物係會產生咗無色氣泡，我就知道呢，呢隻物質就應該係 E 啦。咁調翻轉頭，咁冇產生無色氣泡嘅混合物呢，咁即係代表佢係冇嗰個疏基，就應該係化合物 D 啦。